今仔吵吵闹闹的台北大巨蛋，后礼拜拜六就要做第一场万人击刺的比赛。13000张的门票，1分钟之内就互人抢了了。为了大巨蛋的刺激军，消防局下晡嘛办一场火灾抢救演练。有议员在咧质疑，附近的救灾用水根本就无够，这万不因啊发生火灾，效果是不堪设想。 可比亚声一直亮，加侪消防车和救护车是紧急出动，因为大巨蛋是一直抢白烟。消防人员装备穿好，去哩分推车对大巨蛋加侪方向在喷水拍火，另外一边嘛用消防腿把受困的人员救出来。大巨蛋的员工是组成自卫消防编组，因民众疏散。 其实这是大巨蛋在试营运进前，台北市消防局伫咧做火灾抢救演练。不过书面的计划，互市议员林连峰发现讲，那大巨蛋导火的面积到场馆的25%，水源的流量恐惊无够。即是讲，若发生严重火灾，敢会无水通好救。另外，有量体较大，人员较歹疏散，各管内路径较复杂，消防员有可能找无路等等。想定的一个设计，最主要是提醒指挥官。 万一有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应该提早预为因应。我们开始派遣了大概每分钟2万公升左右的一个流量。那万一如果有不足的话，我可以利用周遭的水源。消防员丁成功会照现场探烧的情形，加派消防车，也是对大巨蛋的蓄水池，也是附近的水源来因应火灾的抢救，强调水源袂断去。另外，大巨蛋18就要开始第一场万人击刺比赛，70中到12点开放红免费来提票13000张，但是无到1分钟就红抢了了。网络顶管甚至有人划价2张票卖5000。要求警察局一定是即刻追查，依法严办，严正谴责这些不孝的人士。 利用这个机会，然后来进行这样子贩售黄牛票的恶劣行径。主办案是严正谴责有票贩啊安尼在卖票，下令对早严办。体育局是讲，关价转卖门票是涉嫌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，会当关3天也是上关罚万倍。台北市警察局已成立防搜小组，要积极来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